大齋期默想系列第19天，3月26日。題目：對主忠信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，是未見之事的確據。希伯來書第11章第1節。乍看之下，以為呢句係聖經對信心嘅定義。然而，細細品讀便能發現，原文嘅第一個字係有，而非信，似乎喺宣告真係有信心呢回事的。跟住便闡述咗信心嘅簡要意義，隨之引入一連串人物與其輝煌事蹟。可見作者嘅用意並非僅僅為信心一詞作精緻嘅剖析，而係透過呢啲古代嘅信心英雄，表達佢哋點樣堅守信心，令到嗰啲盼望之事和未見之物仿佛真實地握在手中。與其稱之為信心嘅定義，不如話呢個係英雄以生命見證嘅真理，因而使佢哋獲得尚未親眼見，但確實存在，並喺未來終必實現嘅應許。信心一詞內涵極其豐富，從動詞睇，代表相信、信任和依靠；從名詞嚟講，則有信心、把握同埋信用、品格嘅意涵。若果呢個詞用於上主，則直指佢嘅信實屬性。面對呢位信實嘅上主，我哋相信、信任並依靠佢，並於信仰旅程中持守呢份信心，並成為有信用之人。請參見日誌中第19天的圖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悅，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，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。希伯來書第11章第6節。希伯來書闡述嘅信心還包含一個極為深刻嘅內涵，堪稱信心嘅最高境界就係忠信。所謂忠信，乃係忠心與信心嘅融合，意指不單單相信，更隨之行動，並堅持到底，忠心不渝，誓死跟隨。第11章連續列舉歷代忠信英雄，佢哋血肉之軀穿越人生驚濤駭浪，展現不屈不撓嘅信念，最終贏得了上主嘅讚許。呢啲忠信英雄矗立於歷史長廊，見證着持守嘅力量，散發出令人感動嘅生命力，啟發末世嘅信徒追隨其足跡。反思與禱告。第一，對於希伯來書所述嘅信心英雄，你對佢哋嘅事蹟了解有多少？最令你難忘嘅係邊一位呢？第二，信心嘅意涵如此豐富，從單純嘅相信到全然嘅依靠，最終成為忠信之人。回顧你自己嘅信心之旅，有邊啲經歷最為深刻呢？第三，而家不妨嚟到主面前，向佢祈禱。主啊，感謝你，信心本來係你所賜嘅恩典，冇你嘅同在與扶持，我何以持有呢份信心呢？所以我求你賜下足夠嘅恩典，保守我嘅心懷，使我一生持守對你嘅信念，成長為忠信之人。阿門。